響影片開始之前，唔知 Wendy 同埋黃霄雲響你哋心目中係咩級數嘅歌手呢？睇完之後可以留言話過我知。你以為第二個大聲啲？其實唔係，其實佢哋嘅攻擊方式完全唔同。首先講 Wendy 先 ，Wendy 嘅高音係壓力波，佢係推，持續推，高韻比例高，聲帶閉合穩，氣息長線支撐，衝擊感唔係點樣，係波浪，推，延續，壓力波。呢種高音唔似，但係慢慢會壓上嚟。而家到黃霄雲核心炮，佢唔係推，佢係集中，核心集中，閉合更緊，共鳴密度高，音頭攻擊強。衝擊感係爆點型，有3點：集中、密度、拋擊。你會感覺到一瞬間被擊中。Wendy 係壓力波，黃霄雲係核心炮。一個慢慢壓住你，一個直接打中你，攻擊方式唔一樣。高音唔係比邊個高，係比邊種攻擊方式更適合你嘅耳朵。你鍾意壓力波定係核心炮？好啦，影片睇完啦，唔知 Wendy 同埋黃霄雲響你哋心目中係咩級數呢？可以留言話過我知。多謝收睇。